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我片頭客家大學堂。拜拜我搭元朗坐茶葉上水，都會見過幾隻大石虎喺參喎。有大石虎石塘啦，大石虎啦，大石虎村啦，有大石虎橋條，好多人都唔知嚟呢打嚟呢，仲要落錯茶喎。大石虎喺體型要級要長，會以兩座泰山之間，水源充沛，一送五河喺雙瑤，又喺元朗最後一條村，過喺橋條超屬於雙水啦。由於大石虎村位於粉錦公路對面山坡上面，公路旁邊有好多鐵皮圍欄，好少看到有村民出入，所以好多年來我都冇留意到圍欄後背原來有條村呢。雖然我中小學同學也有50人住喺大石虎，大家都多數都係潮州人，大部分住喺公路旁邊，所以我根本就唔知道有人居民村添。最近經過朋友嘅介紹，我真有機會探訪到有村呢。我由大石虎喺馬路行落村，經過保護有村嘅城北公路太王，轉彎之後就看到山坡上邊排列開一棟一棟嘅村屋，部分呢條屋係裝修到好好，有好大嘅花園，居住環境都唔錯呀。因為村之後我看到村長，有一個村民，又超係裝修間村長啦，又會係孫基德先生，叫做帶我參觀一條村。一條村主要有3個鄉，鄉長、鄉宋同鄉錢。鄉長就幾乎佔咗90%嘅人口，將有3戶鄉宋，攞1戶鄉錢呢。亞當做一條巷，以前一條係亞當一條屋啦，係咪？就係連續係時間咧，邊一邊要時間咁樣咯。哦，即8間。同佢哋橋屋重建咯。橋屋重建啊。其實唔屬於係頂屋嘅。唔係頂屋。一條巷咧，以前咧就係一隻禾塘來喎。哦。本來西局嘅啊。係啊，係啲啊。點解都起佢屋啦？做條仔知唔知請教？係啊，仲有打功夫啊。哦。要買書啊，仲有啲開會啊，咁嘅。有廚房嘅有啲。大石虎都冇廚房嘅。大石虎以前有個書房，到日頭一條人車讀書，係用客家話嚟讀嘅。他呢在40年代末就坐喺門咯。1950年代起，人哋一條仔都喺行路去橫台山讀書嘅，又有好少部分行路去浙江讀書。好似香港好多客家村莊咁樣，早期有人家賣豬仔婆羅蕉。1960年代也有人家移民去英國，估計有1/3啲人移民去英國嘅，所以好多田地都荒廢咗啲咯。而家就橋屋劇來啊！以前做好多年，好繁榮啊！大石虎。嗱，人哋做條仔先有幾多年左右啊？有200幾年啦，現在又存咗幾多年咯？請出嘅。點解有80年咯？80年到係危險面。係啊，太子桑就叫上叫。打波柱啊，拍工嘅柱啊，招回去啊。係啦。點解嚟呢度人？醫生開過。去嚟啲啊？呢個喺度啊。係嘛？我哋車嚟搬過嚟啦。我哋在遼固國搬落來。遼固國車嚟會啊？遼固國就係在嗰隻山咧保護一趟。哦，山擔嘅。哦。遼固國。遼固國。萬嚟大石虎咗成日就做成咗車遼固國出。遼固國係冇錯。搬每朝搬下來。係冇錯。搬嚟幾多年左右？搬來嘅趟就100幾年。哦，100幾年，100幾年之前就從遼固國。大石虎係咩大石啊？大石虎咧名搖來咧，單夠3條河，會落嘅呢一條河，就後梯一條河。後梯水後咗塞啦，當然係沙塞一條。在50年代條啦，咁喺政府咧，其實都起嘅就粉錦路。就水樣塞條沙塞啦，就換嘅村民仲有條得條
塞條啊，啊，同埋拿條沙去邊個條做路人咯。即係有條綁條搭條塞條，而且河罅都甩到沙邊㗎。冇錯咯。所以就用個大塞符。係咯。咁做下條路就冇再打塞嚟啊。冇啦，嗰陣時都冇再打塞咯。有條路都去咗後橋嘅，去咗成識人爭氣候嘅。哇！乜嘢都係識人啊？係啊，好長時間嘅。後契氣候。咩？以前咧全部溝人嘛。啊。要包塞要啲。係啊，冇錯冇錯。氣到最囂有條都放漂度咯。係啦，冇錯。有條一般嚟講只要靠耕田。多數就喺耕田。前邊呢都田啊。係啦，你都耕落去。你都耕落去。耕到去喺橋嗰邊。哦。對應有條田嚟。對應有條田，同埋有單嘢都打上呢度塞塘。哦，打上呢度塞塘。都係用嚟耕田嘅，係咪？都係耕田。耕田啊，養雞養鴨啊，養豬啊，你個普通喺你個客家人嘅手法啊。係啊，冇錯。大塞符到咗潮州人來，做乜人到潮州人咧？好多潮州人都住在喺塞塘啊，同埋喺橋喺度啦。喺當中喺平天夠平天啲嘅都可以在當耕田啊、養豬啊。都咪計後變價來出嚟。嚟都唔咩好清楚咯。但係古招有條人去嘅演嘅可能係田就窮外啲。窮外啲咯。就係窮外啲一種人種田啦，後來個省臭啊啫嘛。係啊。藝術後咗潮州人咧，只係養豬要，只係耕田要。係啊。要喺60年代入來嘅。因為可能呢度有條魚喺面照過嘅，啲人唔係流通啲。係啊，冇錯。咁咧，客家人要冇乜東西養喎，養雞啊、養豬啊咁。夾條中醫養下東西咯。我哋養咗喺後銷人呢條。夾唔上嚟賣啊！夾條咧都有個海工廠用後批嘅。幾樣賣嘛？冇錯。因你多唔多小朋友啊？有冇20隻小朋友啫？銀行都要，要啊！有條村都要20隻小朋友啊！前年出嗰種人都係骨流嗰條。係啦，主要一部分就係年輕都要，個小家庭咯。小家庭都要。村莊個面係湯，有條祖先喺咗長樂，即係建業喺五華，建個善案來當瑤姑閣，取瑤姑閣出喺5、6胎做囂，將辦到大塞符嘅。每日了解，叫就下落腳去天店，嚟招留村眾，約後去取集雙招，共下去緊瑤姑閣，攞取大塞符塞塘嗰啲出發，上山行去梯巴總條，就看到條河勒仔，村莊講有條河勒咧，就下後多水嘅喎。有陣都係瑤姑閣，定得都3萬數啦，開唔到啦。以前要排一條 Q 屋喎。一條泥磚屋啊，一條塞條作到一條屋啊，一條注重就取一趟出咯，喺廚房就取一趟咯，要神量式揀人嘅啊，就最出啊100件人嘅咯，就5、6胎人咯，可能換色欄啊，同埋一條行路要嘢啊，就落去大塞符啊，要條都去喺水棧田，喺太和村啊，話以前啊，有條坡咧而作到嘛，係咩？有河邊一等夠咗山邊來嘛，大家看到啦。就喺後平下就後發下中和中菜就取嘅條湯中咯。同埋喺下邊啦，以前就後多一條茶田啦。種番薯烏劑啊，種鐵條嗰條最好。見下人哋還發現好多木屐，這當年村民喺房屋嘅位置。以前啲木咧多數都係用塞條或者泥磚嚟做嘅，見下就變去啲咯。見到條攤販殘壁。變咗樹木野臭覆蓋啲，一個忙嘅低危來咧，我真係唔知道人哋有糧食幾乎年前出過嘅。即係呢瑤姑閣啊，出到銀山啊，而家有俾去買東西哦。如果買東西咧，都有陣時都可以跳過去八鄉嗰邊咧，桑村啊，太武山嗰邊過前環咯。太稀奇咧，就係在前環嘛，或者將種到東西啊。係咩？睇過去哦，睇過喺邊賣哦。我記睇以前嗰啲叫啊，睇到。哇！越來越回都賺啲咯，有人就去，我啱問一張轉到來咯。如果唔去前環咧，就去入邊，就夠近啲。就喺有隻山咧，背後咧就喺廉村咯。廉村行過就喺睇埔咯。睇埔到3、4個鐘頭應該到啦。
係啦，冇錯啦，夠坤的那邊就。要打石湖啊，要咪？打石湖咧，就人家他用喺山邊一路落就係咯，就其實就係8種條種樹嘅，以前好行嘅。1950年代以來，打石湖嘅面貌已經大改變嚟咯，村民放棄咗農耕生活，田地荒廢咗後，用嚟做廢柴廠或者其他用途。最近行起一條簡約公屋，應該係當年客家村莊嘅面貌。好啦，我今日就講到呢度啦，多謝各位。